上面是人体解剖图。我们大概知道人体五脏六腑的位置是什么时候啊？是到了宋朝才有，而他们至少领先宋朝1500年。怎么在这么偏远的地方会有这样的成就？不仅如此啊，《象雄大藏经》里面还记载说，在6000年前，他们的先知就可以帮人动外科手术。而我们历史记载，最早也是在东汉的华佗距今1900年左右。没想到啊，他们6000年前就可以做外科手术了。里面记载的很清楚，就是人体外科手术后的那个伤口要缝合，他们用什么？用动物筋或者说羊肠去缝合。然后当病人的伤口愈合之后，这种线不用去拆，它会慢慢的和皮肤融合在一起。这个也被我们现代医学所验证。怎么样？你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？还有更神奇的就是这幅图。这幅图啊，到现在所有科学界和医学界仍然无法解释。它同样是来自几千年前的古象雄文明。你仔细看，一个圆圈一个圆圈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记载了一颗受精卵在人的肚子里面一点点的变化，一直到最后胎儿的成型。这就有点恐怖了。在那个没有现代医学仪器、没有解剖学的年代，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更不可思议的是，古象雄人还掌握了一种寻找黄金的技术。根据《象雄大藏经》的记载，他们当时会训练一种比兔子还大的蚂蚁来寻找黄金，然后再把黄金提炼成纯金，并制作出黄金面具。开始啊，人们都以为是传说，直到2005年的一次考古发现证实了它的真实性。所以啊，这个古象雄人，他们的文明让我们吃惊，也让我们困惑。首先，他们不像我们其他少数民族啊，比如西夏是党项人、辽国契丹人，他们这个种族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，也不知道最后怎么就一夜之间消失了。只知道几千年前他们的文明可能已经超越我们现代科学和医学领域，所以啊，他们被称为神族。他们的名字也不叫象雄文字，而叫天降文，天上掉下来的文字。大家